條路也是阮安定區民最大所期待的，因為自這條變道跨過這個國道8吼，影響遊覽車要左轉或行橋，所以這條這個嘅費用就讓阮鄉民出入甲南區就個交通會當順利安尼，無早起南區要上班，而且讀車讀到要先經這個交隊啊，所以這個交通的品質哦，有做這個高速公路的跨小軌哦，感覺交通安全的真較順利安尼。確實，台灣唯一一個有紅綠燈的國道就在我們台南。這個紅綠燈其實過去如果在車不多的時候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但是車行的速度會影響以外，還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讓我們很擔心。那現在我們看到南科蓬勃的發展，我們安定，還有這個安南，還有善化的這一線，其實現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就急着要趕快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幾年其實交通部會很努力來建設我們的台南的交通，因為未來我們的科技業的發展，台南就是南台灣的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剛剛所提到的4橫3縱，最中央的這個中間樞紐點就是國道8號。國道8號，如果我們可以讓它通暢的話，速度可以行車效率更高的話，對於我們整體4橫3縱未來整體的交通運輸的效率也會有很顯著的幫助。我們配合國道8號南133線的立體化工程，我們必須要配合133線的一個到港口相關道路的一個拓寬。道路我們會拓寬從10米拓寬到20米，然後它的長度是300公尺，然後總經費大概是7700萬。最主要是因為高速公路立體化的時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時候，轉彎的時候要把這條道路做拓寬之後，車流才不會擁塞到相關的一個瓶頸，然後能夠順暢能夠直接轉往南134線的一個進入南科科學園區。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開闢的時候跟南133線的時候有一個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個混亂哈。那非常感謝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補助地方總共花了35億的經費來把這個國道8的這個高架化哈，能夠通過那個交流道，能夠讓國道8的交通更順暢，讓南133線的交通也更順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擾。我是今日歡迎收看11月25號的中嘉台南電影新聞。今日是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所以國際男性交流協會、台南市會、縣會甲台南市精英會配合總會相互進行專台大串聯，在點就佇台南大安東百貨廣場進行直播，也請市府社會局、警察局婦幼隊做伙向大眾傳達反毒、反家庭暴力等宣導。國際男性交流協會、台南市會、台南縣會以及台南市精英會會員姊妹，特別在11月25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這天，來到林來領往百貨公司廣場頭前宣傳，向過路民眾宣導反家暴、反暴力以及反毒重要。11月25號是我們全國連線，由我們現任總監、秉會總監帶領45個分會，在13個區域辦113一通反家暴。我們的宗旨是反家庭暴力、反性侵、反毒等，都是我們南新每一年的重要公益活動。出席的台南市的有我們台南市國際男性交流協會，還有我們的精英協會，還有我們台南縣會共有3個會一起在我們的遠百來這邊一起來反暴力其實反暴力不是只有兒少或婦女，連現在的長輩也是會有家暴的情形，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彼此要互相的來關心，所以很感謝今天來共襄盛舉全世界的1125反家暴的協會。
響應國際男性交流總會號召，台南市會、台南縣會以及台南市精英會準時佇上午11點起，甲全台13區總共45個分會，透過直播共同宣導國際終止婦女受暴力，提升國人對着反家暴議題關注。我們台灣呢有45個分會，13個區哈，那一起來推廣，最主要是要推廣性別平權的一個思維，然後讓更多的男性，然後來尊重女性的自主權，然後改變婦女在家庭還有社會遭受的不平等的一個待遇哈。125國際終止婦女受暴力活動，希望喚起社會大眾對婦女遭受暴力重視與關懷。暴力不應該沉默，只要一分關懷，就能減少一分傷害。讓我們一起守護力量，讓每位婦女都能生活在安全之中。婦女以前都是經常被家暴，其實現在男孩子也會被家暴。那我們的宗旨就是反家暴嘛，哈，然後幫助一些女青年。他們助學方面，或者是他們要創業方面，我們會培育技能，讓他們成長，讓他們創業這樣子哈，讓就是他們不會失業了哈。尤其是中年的婦女哈，有時候變成說單親方面的家庭，我們會特別的幫助。國際男性協會秉持着女人支持女人的理念，長期成立社區協助弱勢婦女甲女性，同時關注社會議題，透過教育力量翻轉因的生活甲未來。社會叫嘛呼籲，面對身邊疑似受暴情形，應該撥卡113保護專線，也則是到社會安全網關懷伊斯蘭網站通報，讓專業人員及時介入協助。台南新聞張世偉採訪報道。為了讓新長者會當安心出門，拓展生活空間，國際賽主會300億灣區特別關注一台專車，予台南市樂漢之家25號上午正式關注典禮。樂漢之家表示，以後專車將幫助60位身體障礙者有更較安全、舒適的接送服務。在樂漢之家大型樂團熱烈的表演。看得出因展現自信，家己歡喜。尤其這群漢兒毋忙真久，希望會用有一台超人的專車，會用載因出外就醫，或者是參與社區的活動。國際賽主會300億灣區，佇個聽到漢兒的願望，有着17分區的主席王承信來號召各分區的賽主會，共同關注一台復康的巴士，號名漢夢超人的專車。我們的漢夢超人，他有一種夢，那希望我們去圓，那我們就是實踐了我們這台車，帶着他到處走，到處玩，行千里路啊，勝讀萬卷書。今天這個活動的行程，希望大家也有共同的夢想去追逐，讓我們盡力的去實現所有的夢想。我們這個專車還蠻厲害的，它不是一般的車子，它是福祉車。因為我們的漢夢超人有一些可能行動比較不方便。那因為我們樂福基金會樂漢之家在106年成立，一直到現在，其實還在逐步的成長中。相對在社會上一些知名度，相對其他單位的話是比較沒有那麼有名啊。所以在去年的時候，我們透過王會長這邊知道有這樣的資源的時候，我們極力的去爭取希望呢可以讓我們的漢夢超人可以多一點機會，可以到外界，可以接受社區，然後接受我們社會的一些融合的部分。然後再次真的非常感謝各位師友，然後能給予我們樂漢之家這個機會，然後呢，把這樣子的專車那個捐贈給我們，那我們也會承諾各位，我們一定會好好的利用這台專車，載着我們漢夢超人到處去實踐他們的夢想。上午的關鍵儀式包括國際賽主會300億灣區的總監、3001的復活區的議長，以及議員蔡淑惠、蔡宗豪、馬龍到場出席。肯定這項有意義的活動。他在北家府捐了車，今天又在我們樂漢之家又捐了這個超人的復康巴士。我想他的每一個夢想，他都一一去實現。那我想到了一句話：人因為有夢想而偉大。希望這個偉大的夢想能夠繼續持續。今天我們的這台車是樂漢超人，超人就是要起飛。所以，當大家在我們的府城看到我們的但象徵着我們世智會的超人起飛的時候，請大家用3秒鐘看他一下，因為這是承載着我們王主席的愛心。
會中樂漢之家執行長隨後嘛一一頒發感謝狀，予這屆關鍵的單位，包括國際賽主會300億灣區第17分區，以及成功、真善美、中正、甲立自強等賽主分會。未來有這台漢夢超人的專車，將陪伴因行過生活的每一個場景。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8年後，北港朝天宮烏面三馬的南渡順利，予不少台南信眾攏相當歡喜。不只佇徛街拜香案供迎媽祖的隊伍，為佇安平的南泉軍歌社，經打造3層樓高的傳統牌樓，也閣有3歲小朋友身穿小伯爺的造型服裝，佇路邊等媽祖來跳舞，而且意外甲伯爺本尊駕舞模樣相當高水。細細隻的伯爺徛佇路邊，北港仔亂叫一到位，馬上就跳舞，創意閣高水的隻架，吸引所有人的注意。愛因愛媽祖嘛停落來欣賞，也閣意外拄到正港的伯爺。圍觀的民眾提起手機啊，翕下這溫馨古錐的互動畫面。一尊大仙的，一尊細仙的，佇咧路邊跳舞，佇網絡引起討論。3歲半的黃小弟自細漢就對着爸爸四界看廟會活動，這尊伯爺嘛是萬聖節做的變裝造型。小朋友本身就是特別喜歡節目這種裡面的，然後這邊他自己唱歌也跳，就是自己就學。北港烏面三馬讓109檔到台南做客繞境，安平的兵歌社為了供應媽祖，佇咧家己厝門口打造出3層樓高的傳統牌樓，唔那生意雜少，排場嘛非常盛大。南泉的蘋果社的老闆邀請我們家裡的家神大家做伙來老累那啦。我頭一次參加啊，很難得機會，錢我們就是永續可以再賺就沒關係，就一個很虔誠一份心這樣。但希望說他以後還有機會來蒞臨台南這樣子。提出上大的心意，錢唔是問題，這一路上還閣有虔誠的信徒，佇咧烏多拜頂懸採金紙素果，插香了後就變成行動香案島，連汽車後壁嘛會當，就是希望北港媽祖會當保庇健康平安。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秋季是台南青皮碰柑的聖產期，市府農業局甲統一超商合作，精選台南冬季新鮮的青皮碰柑，佇統一超商正式上架。市府表示，不只向前原產地認證，嘛展現在地農業的品牌，要予全台灣甚至外島的消費者唔免出門，隨時攏當食到台南特有的青皮碰柑。台南因為土壤甲氣候條件好，因此生產出這種的水果，唔但美味，而且佫兼具營養的價值。其中台南的青皮碰柑，雖然外表是青色的，但果肉已經成熟。這屆市府農業局甲統一超商來合作，將台南的青皮碰柑佇咧超商來上市，唔但將台南由一個農產品來品牌化。而且佇咧全台甚至外島的超商攏買得到。台南的這些農漁產品一直都非常的支持，我都說優質的農特產品，要品牌化，要全國化，一定要上 7的通路，對不？你只要上了7的通路，就表示你的品質是非常好的。再來就是什麼？你有可能被全國的消費者能夠看見哦。橘子的這個東西是上班族最需要的。為什麼？營養價值，剛剛副市長已經有講過。但我覺得除了營養價值以外，它更有無形的價值。為什麼？吃方便、營養好之外，酸酸甜甜、甜甜酸酸，更是戀愛的感覺。我覺得目前不管是上班也好，消費購物買東西也好，只要你心中有愛愛這塊土地，愛這個水果，愛任何的每一個人，我們台灣都可以更好。
在上市的宣傳記者會中，台南市副市長葉鐵山嘛甲着統一超商的貴賓，同齊來動手示範調製碰柑的汽水，搭配青皮碰柑的果醬，並且將青皮碰柑的果肉放佇個杯仔內底，做出豐富的口感。用創意為台灣的水果來開發出全新的吃法，展現青皮碰柑的這種變化。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報你知，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2025年世界長沙風帆國際總決賽在台南登場，來自全球15個國家35名參賽者組織。主辦單位表示，這屆比賽不只展現東方服裝文化優雅，更是一場凸顯女性勇氣、智慧和力量的心靈饗宴。是如此的高貴，是如此的美麗。我覺得，在這個旗袍的背後，每個人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每位佳麗身穿白色旗袍，在伸展台上走秀。為了推廣旗袍文化，2025年世界旗袍皇後國際大賽總決賽以無畏之光為主題，鼓勵不同年齡和背景的女性穿上具有東方美的旗袍，展現女性的自信和優雅。我們每一個人曾經都是爸爸、父母手中高高舉在頭上的公主，可是因為婚姻、因為家庭、因為事業，忘記了我們也是一個可人善待人妻的一個有皇冠的一個女性。我們選美大賽呢，我們選的是由心由內到外的一個美。這回有來自台灣、馬來西亞、日本、泰國、菲律賓、越南、新加坡等15個國家的佳麗齊聚台南。在總決賽登場之前，佳麗們更完成了為期6天5夜的專業培訓課程，內容涵蓋儀態訓練、舞台表現、美學修養與公益實踐等主題。這不僅是外在形象的磨練，更是一場心靈的淬煉，希望成為散播正能量的女性榜樣。自信、優雅、美麗、勇於挑戰，台南的小吃還有文化，所以我覺得很棒。我的7個選手都覺得很開心。我帶了7個國家，不同的國家過來參賽。我們把這次的盛事帶來到我們的故鄉，然後當然是政府啦、各單位，然後包括我們的團隊，大家都很棒。我也擔任這個大會的大使，希望這個美和這個藝術都能夠結合在一起。走過歲月的歷練，奉獻給家庭的女性，選擇站上舞台乘風破浪，以優雅姿態與真誠笑容，角逐新一屆旗袍文化的最佳代言人。記者宋懷談的報道。大南區在地經營已經16檔的飯店，以多元口味手工餅加各種的伴手禮，累積不少的老顧客。頭家蔡志傑都來用好食健康的手工餅來分享幸福的好滋味。5檔前也推出用可更，也是比賽獎狀的好成績，得當免費兌換家己愛食的餅加雞卵糕，借此鼓勵學生努力。到達已經有上千位學生得到獎勵。秉承烘焙坊從2009年在安南區創業至今，嚴選最好食材所誕生的每一個手工餅乾，香醇可口，健康少負擔，而且迎接不同節日，也研發多款人氣創意新品，累積不少忠實顧客。
採訪當天也有結婚新人特地來試吃選購禮盒，分享滿滿的祝福。難得的是，老闆蔡志杰除了傳遞幸福的好滋味，5年前就開始推出憑考卷或各式獎狀來兌換餅乾的公益活動。從國小到高中，無論是學業成績達標，或是技藝競賽獎狀，都可以免費兌換，無形中也激勵學生更加努力。截至目前，已經有上千位學生獲得獎勵，也讓家長相當感佩。因為這邊有餅乾可以吃，所以我會更努力，這樣我就可以換到我喜歡的餅乾。餅乾是一個很好吃的東西，所以我下次還會努力再來換餅乾。那我的成績來換好吃的餅乾。為了好吃的餅乾，考試他也會努力啊。然後你不管他是高分還是低分，其實每一次考試完，他都會很期待來這邊換餅乾。雖然只是一個小小餅乾或是蛋糕，但對於老闆來說，都是一份愛心和安心的甜點。更希望借此獎勵來傳遞行行出狀元。因為自己本身不喜歡讀書啦，所以想說也要就是依這個發想，就鼓勵其他的小朋友不會讀書不一定不好。那我們可以學習更好的其他技能，這樣子，他們都覺得辦這個活動是非常不錯的，就是讓他們的小朋友可以考試的考好，或是更努力的去參加比賽，這樣子。老闆除了用好吃健康的餅乾和消費者結緣，也持續獎勵的行動，連彰化、高雄都有學生來兌換，一起分享幸福的感覺。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也有健康的皮膚加美麗外觀，會當提升自信，更有吸引力，所以嘛，互台南美容產業一直發展上機無限。對此，佇台南市東區嘛開設一間韓國式皮膚管理的新店，除了甲一般傳統做面無同，也閣有掠零做目鏡膜加增加等多元的服務，要互人客一擺滿足。以韓式肌膚管理為號召的美容專門店，吸引許多女性消費者諮詢，因為他們和一般傳統做臉不同，也沒有醫學美容的侵入性治療，就是針對個別皮膚的狀況來深入保養調理。根據了解，目前的美業市場多數都是美顏、精油按摩、美甲或是美睫等單一項目。不過業者為了方便客人，避免舟車勞頓，集合許多美容的專業人才和優質的產品，讓消費者在同一空間可以一次滿足。這裡呢，其實就是有很多一些韓式護膚啊，然後跟經絡按摩啊，還有美胸的護理。那這裡是屬於比較複合式的，就是比較節省自己的時間，就來這邊，然後什麼都可以做。有美甲、美睫、美胸，就是各行的美業的老師可以集合在這邊，這是有別於其他的地方。那這樣子呢，消費者不用移動到很多地方去，可以節省了很多交通的便利。業者除了號召台南最強的女力，協助民眾調理健康的肌膚和美麗的外觀來提升自信以外，在開業之初就不忘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特別是資深美容師在抗癌成功後，將美胸的專業進一步轉型為育乳師，希望培育更多的乳癌術後照顧按摩的種子，來協助患者在身體和心理層面的整體性康復。我們怎麼去協助大家？然後我們想培育更多的種子，更多的育乳師，那可以透過專業的按摩跟護理，那在術後重建之後，不只是在身體跟心理方面，它都可以得到一個更好的生活品質，人生可以更好。您是否曾想過美的無限可能？在辛苦工作之餘，別忘了投資自己，活出更美麗的精彩人生。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由在地青年品牌甲創作者共同發起的左右市集，日前佇基隆港邊鬧熱登場。這場市集除了集合了基隆東西環的特色品牌，更展現了在地青年的創意活力。
基隆火車站旁的 V2 國門廣場，在周末變身為充滿創意的左右市集，吸引大批的民眾前來探索基隆在地品牌的魅力。西岸有文化有歷史嘛，像我们很多的，比如說炮台都在西岸。那東岸很有藝術能量，比如說正濱漁港或者是和平島，對，所以我們想要把基隆這個重要的這個特質，西岸跟東岸把它匯聚在一起，所以才有左右市集。那因為有這樣子的背景，所以我們這次找的業者，有西岸的可能走講文化歷史類的，東岸的話可能是跟餐飲比較有關的。那甚至他們平常很少出來市集擺攤，比如說像避風港精釀啊，這是他第一次出來擺攤。Ski Burger 賣炸雞堡，他的炸雞堡超讚，對。然後甚至也有做療癒的業者，因為其實基隆比較少療癒品牌，比如說我們有香氣療癒品牌，然后做頌缽療癒，甚至有做茶療癒的業者，那讓這個活動變得很有趣，甚至我們也結合了，比如說在地的酒吧業者幫我們做左右岸的特調，然後請在地的夥伴幫我們做 DJ 秀，是我們惠龍市場的媽媽樂。這個活動可以讓基隆的特色被更多人看見。他們希望未來也可以走出基隆這個城市，甚至可以到國際性。那我覺得很感動，因為現在的基隆非常需要這樣的一些年輕人去做一些整個整合性，然後配合大家的一些推動。那我們在文化觀光局的立場上面，我們也希望後面出去可以帶着大家一起走去國際，然後一起跟大家講我們有不一樣的東西。在市集熱鬧展開的同時，玻璃屋內也舉辦水巷內產業發展協會的會員大會。今年特別邀請到米其林必比登推薦餐廳博仁堂來交流，展現基隆創業者推陳出新的活力。今天是來參加這個水巷內的會員大會哈，那其實每年他們都會別出心裁。今年在 VR， 那 VR 其實就是一個後傳式的概念。水巷內的夥伴其實都是基隆各行各業的精英的一個聚集的地方。我們今天的活動設計是他們邀請了這個博仁堂、米其林來這邊做一些客座的交流。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產業交流的活動，那每年都推陳出新，也可以在這個聚會裡面看到我們各個夥伴在基隆產業的活力跟這些創意。我們水巷內產業發展協會的會員大會，我們在 VR 的後傳室國門廣場這邊有左右市集，而且重點是 VR 國門廣場這邊引進了台南的米其林必比登品牌博仁堂，讓大家可以享受到米其林必比登的品牌在基隆的唯一。民眾對於市集的多元內容也給予高度肯定。沒想到基隆有這麼獨特的品牌，讓我們看到基隆真的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地方。從左右市集到水巷內協會大會，基隆在地青年正以創意與熱情為這一座港都注入全新的生命力，也讓更多人看見基隆的無限可能。記者蔡小軍採訪報道。感謝收看11月25日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郭文杰，咱再會。阿媽你好，我是來跟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佇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讓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針5波比哦。你聽過指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指差確認。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路口應停讓，指差確認，安全有保障。投資型詐騙，你是否曾經在社群網站上
看過一些關於輕鬆賺大錢的廣告。事實上，這類型的詐騙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為賣點，吸引被害人上當，並以不真實的小額獲利，逐漸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誘被害人開始大量投資。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資之後，隨即捲款而逃。千萬別上當啊！輕鬆致富多陷阱，腳踏實地最實在。公務人員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